咱做伙来读。上帝啊，求你毋通静静。上帝啊，求你毋通无开喙，也毋通无做声，因为你的对着哗哗嚷，我闻你的夜起头，因用奸诈的计谋要陷害百姓，因甲议论要害你所光捌的人，因讲来呀。咱来灭无因，互因灭正国，互以色列的名无搁互人纪念。因同心三甲参详，三甲结约，要抵挡你，就是夜起恶边的以东甲以实玛利人，摩押甲夏甲人。甲巴勒阿门，甲阿玛勒，非利士以及推罗，也起的百姓，亚述也甲利连，因做罗德的子孙的帮手，求你款待因，亲像早起待米甸，亲像伫伊顺河。款待西拉甲亚宾一样，第10节，因伫阮道里灭无，正做地上的粪土，求你互因日领袖，亲像五日甲西伊伯，互因的军长，亲像西达甲撒母那。因讲，咱着从上帝徛起的所在点来做家己的。我的上帝啊，求你互因亲像光烈风的尘埃，亲像风情的潮杀，亲像火烧树林，亲像火燃烧山头。求你也亲像安尼，用你的狂风追赶因，用你的大风互因惊吓。耶和华，求你互因满面见笑，常来祈求你的名，互因永远见笑惊吓，互因老气灭无，互因知只有你。名作耶和华是全地上之权的，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照伊的话来行的人。下面正道的时间，请庄牧师，伊要分享的信息是：上帝静静啊！大家平安。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搁一摆要对你的话伫遮三脚实。主，可能你互阮对你的话有较清楚的晓悟，更加明白你，晓悟伫你的真理中来行踏甲实践，也成做阮最大的见证，引带甲带领，互更较侪人来明白你。透过今仔日特别老母的日，阮用感恩的心拜日。看你的神也亲自带领，要对你的话三个学习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大家平安。平安。每一个妈妈拢有2个生日，一个就是出世的日，一个就是母亲节哈，就是今仔日妈妈共同的生日。所以今仔日有真侪所在拢直接庆祝这个母亲节。请甲你的边啊，若做老母的，你甲祝福讲：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愿上帝大大祝福你。母亲这个名是世界上上水的名，妈妈是家庭中温柔的调酒，是儿女的守护天使，也是尊贵的大导者。所以咱千万唔通互老母安那无欢喜啊！爱互伊安那
爱互伊欢喜快乐吼，这是一个真特别吼。所以妈妈是咱的开心果，毋通老母无欢喜，互妈妈伫遐流目屎。伊妈妈若无欢喜，咱全家就安那袂安宁哦，是毋是？有这个经验无？啊，有真侪人可能无啦吼，有真侪人有这个经验吼。啊，只要讲妈妈若流目屎咧，厝内就淹大水吼。咱知老母的一世人是所挂心、疼惜的，就是伊的儿女。不管伊的囡仔已经几岁，这就是安那，这是老母，就是妈妈。感谢上帝借着老母，将宝贵的性命带予咱，所以老母是囡仔永远的守护者。伊伫遐为着培育儿女长大成人，所以做老母的，伊必须付出非常多的苦心甲疼心。所以伫圣经伊有所书6章1节安尼讲：做囝儿的，恁踮日子着顺叹恁的父母，因为这是应该的。伫这个所在，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位伟大的母亲，永远啊青春美丽，常常喜乐。是毋是做儿女的，拢会晓感恩啊啦，祝福，常常互老母伫遐欢喜快乐。其实，并毋是世界所有母亲节拢伫5月的第2礼拜的礼拜日。兄弟姊妹，恁若有兴趣，当上网吼，即摆网站足吼，你来拍一个吼母亲节的日子吼，你就会找出足侪吼无共款的。伫遐来看，咱台湾的母亲节是5月的第2主日，是甲美国人同齐伫遐来庆祝这个母亲节。因为当时为着安那，为着要庆祝，庆祝什么人？就是纪念一个老母，来感恩这个老母的节日。咱知影这个开始是一个真疼老母的查某囝所推动的，就是这位安娜。贾维斯啊，这女士，伊甲伊老母的感情非常的深。伊老母是一位心非常的善良，也富有同情心的人。伊看伊当时有侪因为战争伫遐失去囡仔的老母，心内也感觉真悲痛，所以来设立一个日子，来纪念这个点点，也是讲真正为了囡仔付出奉献的伟大老母。可惜这个愿望啦，无达成，就伫遐啦，伊来过身吼，这个老母来过身。到1905年的5月，这个安娜，伊的老母过身，安娜非常的孝念伊的老母，就想要为着伊的老母来完成伊的心愿，所以说服吼，伊的老母所属的卫理教会吼，当时的卫理吼，这个教会。伫老母别逝的周年时，在5月的第2礼拜日，来为着伊的老母举行一个纪念的仪式。到1908年5月初10的礼拜日，头一个母亲节，就伫这间教会伫遐来庆祝。这个仪式的会场，以安娜的老母上欢喜、上介意的这个康乃馨吼，甲这个康乃馨是白色的。来布置，代表老母的疼、甲甜美、纯洁、甲永远，演变到今仔日，这母亲节的花蕊吼，该用安怎？这什么？红色的，红色是老母阿个啦，要有的吼，白色就是老母已经过往。这1914年，美国的这个威尔森这位总统，伊正式定5月的第2礼拜日。做母亲节，诚侪美国全国的这个节日。咱今日咱的妇女诗班伊所吟的这首诗歌，讲一个老母的祈祷。这个歌词讲到老母的祈祷，就是求主互你身躯勇壮，伫少年的时信心坚强，经过顺境甲逆境，愿你辛苦志无停。
囡仔渐渐长成。虽然这世间毋是咱所想，总是求主开咱的目睭，就看出真理水的模样。愿主的真理骗着你，智慧免流涌点你心内。凡事拢着照主的呼召去行，无论境有好歹，拢着用心找求主，恳求上帝看顾这个世囝。这就是老母的祈祷，伊非常水的一篇祈祷文。老师相信，有常常为着囡仔祈祷的老母，上帝必定会差派天使来保守看顾咱所疼的囡仔，也经过囡仔的信仰，帮助伊人生各种的关卡，拢会当得到平安顺利来度过。咱今日的新安宫读经本是诗篇83篇，作者所用的主题是上帝静静，上帝恬静，中文叫做沉默这是 silence。所以这个牧师想真久伊要甲这篇经节放伫老母的领导阵，实在真无啥简单上帝静静甲母亲节不过有一寡会当思考到伊咱都要知影上帝的疼，就是啥物？就是老母的疼。请问，当咱的囡仔咧受苦的时，老母敢会恬恬静静嘛？如果老母若会恬恬，会讲静静，就是伊的内心一定非常的疼，非常的艰苦。因毋知要如何开嘴安慰、鼓励正伫遮咧受苦的囡仔。无说相信每一个老母，不但期待家己所疼的囡仔会当一生平安顺利，更加期待的，对即个囡仔会当成做成熟有路用的人，会当为了伊人生伫遐来负责任。不但是社会的栋梁，更加是上帝国度中心个良善的好管家。其实以色列人对囝的期待，就是会当生出什么人？基督。你知基督是什么意思对，救世主。这是以色列人因所期待的。所以当囡仔渐渐大汉，老母也着爱学习有时爱放手，好伊鱼不如教伊掠鱼。老母的目睭着爱自行仰望上帝，伫囡仔的信仰就会伫扎根成长。请问妈妈，你毋望你的囡仔是伫即个天顶咧飞的老鹰，还是伫地面上咧托米的即个鸡仔咧？恁囡仔是老鹰还是鸡仔？你毋望将你的囡仔一世人放伫身躯边过条条，还是毋望伊会学晓伫空旷的即个天伫遐咧飞咧？我想每一个生命成长，拢必须爱什么？爱食苦，因为肯食苦，会当食苦，伊的生命才会当才会当伫遐来成长。如果咱做老母的，若毋甘咱的囡仔出去食苦当囡仔伫个职场工作顶面拄着困难，伫遐哇叫哇吼，我毋知伫遐流目屎，讲做袂落去的时，还讲要辞职的时，老母就安尼甲讲，我就莫做啊，转来免出去工作啊，反正厝内也无欠你一双地，老母来饲你，请问你会安尼讲无？你会安尼讲无？我甲你讲，真侪老母拢安尼讲，为着疼囝看囡仔咧受苦，就安尼讲那呢，请问，这是疼囡仔还是害囡仔咧？所以咱今日现代社会种叫做新型的什么啃老啃老，这个囡仔照靠要伫厝内孝敬伊的爸母，毋肯出去工作。结果伫厝内成做什么？躺平族、啃老族。
请问，这是什么人的责任呢？嘿，姊妹，每一个人拢有伊爱对伊家己的人生负责任。所以父母该安怎疼囡仔，也毋通伫囡仔已经18岁，爱对伊的人生伫遐来负责任时，阁对安那指指点点。所以咱知影掌控型的父母，会互囡仔放弃家己应该负的责任。真侪即个大汉婴仔，拄着代志，只敢伫遐靠赖叫妈妈。如果父母若即时要为着已经成年的囡仔的人生负责任，那咧牧师甲你讲，你牧师会肯定你你会非常的艰苦，你会非常的忝，有时会忝甲倒落去。而你的囡仔咧，会感觉足无聊的。父母该安怎疼囡仔，伊也无法度代替囡仔伫遐来受苦，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拢必须借着环境的磨练伫遐来成长。同款，上帝要使用一个人，真做万民的祝福，伊就兴起各种的环境，伫遐来塑造伊、磨练伊，互伊真做合上帝心意的宝贵器具。所以妈妈，请毋通哭。当你的囡仔若正伫咧接受磨练的时，请你毋通哭，爱相信上帝有伊水果好的旨意，要伫你的囡仔的身上。当你毋知要用什么话来安慰、鼓励囡仔的时阵，请静静，为着伊来祈祷，因为上帝知影妈妈的心会痛，所以上帝需要时间来调整这个囡仔，也必须带领伊行更加坚强、勇敢的道路顶面。第诗篇83篇，伊的标题是阿萨的诗啊。规卷诗篇拢总150篇，伫这中间标题为阿萨的诗，共有12篇。对诗篇50篇，以及73篇到83篇。顶礼拜牧师有讲过，阿萨伊是大笔时代圣殿诗班的领袖，所以真有可能伊的子孙来继承伊的职位，也有可能成伊用阿萨的名，真做诗班的名。所以圣经学者认为，这是一首什么专门祈祷的诗。诗歌的背景有可能就是历代志下20章所记载摩押、阿门、甲以东侵入犹大的事件。总是这首诗，搁较亲像一首有言的诗，内面所提嘅10个国家。这10个国家，咱会知影，当以色列伫1948年伫巴勒斯坦重新建国的时，这个国家组合联合的军队对以色列发动什么攻击？因遐就抓要将以色列塞入这个地中海，互伊阁无再加国吼，无再变成做国家。这以色列亲身的经验，会当运用伫咱人生的处境顶面。兄弟姊妹，请问你是毋是亲像诗人共一样，处在伫一个四面受敌、这个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呢？这个诗的中间所提到10个国家，有的是甲以色列有这个亲情关系、厝内人的关系，伫咱的生命中的苦难也有真多，有可能是来自咱厝内上亲的厝内人。这个时，你要怎样伫遐来突破呢？也正的是你根本就无法度控制的外在这个大环境啊，这个大环境，譬如讲，即摆碰到什么美国这个川普的什么关税压制，特别是对面中国的什么军事威胁，是毋是安那？连这个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拢互世界的经济大受影响，
最近佫发生什么？印度甲什么？巴基斯坦的吼，伫遐静起来吼，兄姊妹，请问你是毋是捌有过迄种看袂着5万的无力感呢？伫迄款的环境中，咱要怎样做，才会当伫遐来突破呢？才会当重新找到5万甲帮助呢？伫诗篇的中间，互咱甲咱提供一个答案，就是坚定坚持。是安那真正伫迄个苦难中困苦绝望的时，只有啥物？靠赖上帝，只有靠赖上帝，上帝就必定要伫遮安那开活路。所以伫今仔日即个新眼讲83篇第1节甲第4节伫遮讲，上帝啊，求你毋通静静。上帝啊，求你毋通无开嘴，也毋通无做声，因为你会对得花花亮。哦，拄仔人读花花好毋对吼，花花亮。惯乎你的人举起头，因用奸诈的计谋要害你的百姓，因三角议论要害你所坑捌的人。因讲来啊，咱来要无因，互因袂正国，互以色列的名。无国互人纪念，世人一开嘴就3摆的呼求，上帝毋通安那静静，毋通安那无开嘴，也毋通安那无做声。一连讲3摆，表示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要呼求上帝介入来扭转这个局势，因为对敌要来侵吞。特别上帝的百姓，兄弟姊妹，有注意到无？神伫这个基督的中间提到情况是非常的危急，就好像拢毋是伊的，这危急毋是家己的，是啥物啊？甲上帝你的吼，是上帝的。譬如讲，伊要害你的百姓，伊要害你所坑捌的人，兄弟姊妹。神伫这个所在，将家己的问题变成做上帝的问题，这个诗人对上帝的信心，因为知影家己伫上帝目睭中的位置，伊是上帝目睭中的目睭人，摸伊的，就是摸着上帝；拍伊的，就是拍着上帝。所以上帝绝对袂坐伫遐点点毋管，兄弟姊妹。请问你有这种的信心甲底气无？伊面对这个艰难困境的时，你如何看待家己咧？你看家己是爹不疼，娘不爱，这个孤儿也是什么？也是上帝的宝贝。你如何看待你家己咧？这是会当决定你的心态甲你的行达。兄弟姊妹。如果你若无相信上帝的帮助，对上帝无信心，请问你只敢当存到什么呢？现在咧求上帝帮助咱，面对咱人生的危机，一定要回想你伫上帝心目中的位置，就像囡仔伫老母的心目中的位置共一样。伫以赛亚书49章15节到16节，安尼讲。妇人人减会袂记哩，伊食年的婴仔，无认明伊所生的囝，伊检菜有袂记哩。总是我无袂记哩，看我将你刻伫我的手掌，你的声像常常伫我的目睭前。这就是咱伫上帝心中的位置，请一定要持守这款的信心，就当我靠上帝。行过咱性命的难关，伫83篇50到8节，因当心三个参详，三个结约，要指定你，就是徛去报边的以东，甲以实玛利人、摩押甲夏甲人、甲巴列阿文甲阿玛列菲利斯，以及随罗徛去的百姓，亚述也甲因联合。因做罗德的子孙的帮手，伫这个所在提到这个十国的联军，这个对敌有2个特征，特征。头前就是
因甲医学是起源是同一个血统，拢是啥物人？阿伯拉罕会好的。第二咧，因是医学人的啥物厝边，即厝边遐姊妹，上会折磨咱的对敌吼，也是讲上老折磨咱的人是啥物款的人？你敢知？有时就是咱上清近的人吼，因为安那，因上知影咱软弱的所在，知影怎样伤害咱是上痛，所以魔鬼就伫遮呐穿针引线吼，咱来真细哩。请问，你知影你受苦的来源吗？你敢知影你为何伫遮受苦嘛？如果你若毋知影受苦的来源，就会一摆搁一摆安那，伫遐来受伤，是可能会老血未止。所以求上帝赏赐咱有智慧，知影到底毋对的是伫倒落，才会当停止即个损失，才会当回转去找着正确的方向。兄姊妹，如果咱的受苦，那因为咱的什么？咱的犯罪、愚妄、骄傲，愚妄、骄傲，离开万好的源头，这个事，咱一定要哪悔改归向上帝，就必定搁再要得到怜悯，重新得到祝福。如果咱的受苦是上帝计划中的一项，就是要扩展咱的境界，帮助咱伫属灵的生命中，更加成长。咱就需要伫遮呐，可能就还需要忍耐听候，还是成长应该学习会晓的功课。所以求上帝赏赐咱有教育智慧的心，会晓分辨所遭遇的苦难，是因为家己的罪被管教，也是安那上帝要帮助咱成长。无共款的状况，需要安那无共款的处理，才会让学到真正的功课。伫这个所在，世人知影，随上这10个国家，毋只是对针对以色列，因更加是针对什么人？针对上帝，因为伊恨上帝，因抵挡上帝。所以这首诗讲明一件事：以色列甲属上帝的人的处境，是一个对敌怨恨因的世界中间。世界所以会怨恨咱，是因为咱无属于伊，所以面对这种的仇恨，咱无别条路，无别的出路，只有敢若会当咱的上帝伫遐呐来祈祷。伫祈祷的中间，咱来找到这个平静安宁的所在。伫祈祷的中间，上帝将咱放伫搁较悬的所在。当咱的信心来超越过咱的困难，咱就袂搁再伫遐来埋怨，咱就大声懊恼。兄姊妹，咱要如何知影上帝一定会帮助咱行出这个困境呢？成功的经历会帮助咱信心搁较坚固。所以诗篇83篇90到15节，诗人直接来回想当年上帝如何伫因的列祖拄着外敌攻击的时，撑伊的手伫遐来拯救，但因恳求上帝也爱安安伫遮来施行即个拯救，叫这个对敌就好像当年遐个侵略以色列的国家共一样伫遐来失败。这段的经节，伫83篇90甲10节，求你款待因，亲像早款待米甸，亲像伫基顺河款待西西拉甲阿宾，伫温度呢灭无诚侪地上的粪土，伫这个所在有提到的是鲁士书什么？底波拉时代故事。因为当时迄个哈索王亚宾甲伊的大将西西拉联合北方
会阵亡起来要攻打以色列人，底波拉就带领这将领、这军长西拉同齐，将这个西拉甲亚宾拢伫啊甲灭掉。这场的战争拍去非常的水，这是上帝赏赐以色列极大的胜利。这是90到10节，83篇11节，求你互因的领袖亲像俄律甲西伊别，互因的军长拢亲像西巴甲撒摩那。俄律、西伊别、西巴甲撒摩那，这4个人是士师基甸时代的米甸的领袖。但是米甸人起来攻打以色列，结果咧，上帝兴起士师基甸，带领300个勇士打败这个米甸。伫这个诗人的这个回想等于到这个士师的时代，当外邦人来侵吞因的产业的时，上帝兴起士师，将圣神降临伫士师身上，互士师带领军队得胜伊的对敌，来保护百姓的产业，一些回想来讲起，坚定因的信心。83篇12节，因讲：咱将上帝徛起的所在占来做家己的，这就是对敌的目的要占领上帝的所在。因想要得到上帝徛起的所在，占来做家己的，向伊姊妹，咱毋通袂记哩，咱是属上帝的产业。虽然这个对敌这个对敌想要借着各种的艰难环境压迫咱伫遐来幸福，是借着借着这项来侮辱咱的上帝，总是咱必须为着家己伫遮来征战，绝对毋通互咱家己的产业受对敌夺去，会讲夺取。所以咱求上帝帮咱伫面对压迫的时，看清楚你的对敌真正的对敌是治罪是啥物人。所以上帝讲，毋是用关系，毋是用能力，就是用我的神。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撒迦利亚书4章6节。所以伫属灵的战争的中间，咱必须要穿上这个属灵的军装，才会当真做基督的精兵，赢过无论咱外在内在的对敌，来得胜，还有剩真做活活的见证。伫83篇16节到18节，也讲耶和华，求你互因满面见笑，通来祈求你的名，互因永远见笑惊吓，互因闹开灭无，互因知只有你名做耶和华的，是全地上至悬的。所以伫这个所在，诗人伫基督中提出2个真重要的关键，所以咱人这一生，活伫这个世间上有价值甲意义的，并毋是要打败你的对敌，互家己来成功。你是为了上帝的名会当得到高举，互你的对敌来当回转来归向上帝。兄弟姊妹，互你的对敌成做你的朋友，敢有简单嘛？我相信咱拢知影真无简单。总是如果你来当做到，这就是真正的成功。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毋只是对敌的面前，为着咱来摆设宴席，还个对敌伫遐会当回心转意，伫遐来归向上帝，彼此化敌为友，同齐伫遐同心敬拜上帝，这才是真正的得胜，这才是真正荣光上帝。兄弟姊妹，今日咱伫遮同心来庆祝母亲节，这个水果好的时刻，咱遮来读这个诗篇83篇，请问你学着什么款的功课呢？
咱来知影上帝心其实比咱的老母的心搁较大，搁较水。咱做父母的，有时会用家己的方法、家己的情绪，也是认知无够、观念无正确，比较用无合宜的心甲方式，伫遐来管教咱的囡仔。结果咱的囡仔伫即个成长的过程中间啊，留落即个什么阴影啊，有时对囡仔啊，都已经留落即个阴影。所以全能的上帝，伊创造咱生命的主，伊会晓用更较适合的囡仔的方式，帮助因来成长。所以当上帝真正的时，请毋通怀疑伊的疼。咱即时就安那，都爱耐心听候。其实伫网络的顶面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吼，咱会当直接来思考吼。讲有一人啦，伊饲这什么毛毛虫，啊，这毛毛虫特别安那变做这什么蛹吼，这蛹台湾要哪讲？啊，伊咧观察这个蛹啊呐，出现一个小小的小坑吼。甲内面即个蝴蝶呐，真努力要呐，吼，伫遐要撞吼，想要伫遐一挣扎，想要对迄个小坑伫遐啦爬出来。啊，这人看了真久，感觉即只小蝴蝶啦，可能努力真久吼，啊，无法度阵啊，退伊忍不住咯，看伊安尼辛苦怎啊啦，退伊啊啦，想办法甲即个蛹啊加开吼，啊，互伊当我啦较轻松出来吼。所以伫遐来帮衬的结果安那，即只蝴蝶安那出来啊，当然啦，你若看即只蝴蝶出来，伊的身躯个安那肥吼，甲即个膝盖安那足油足碎，佮足软正，阮若飞都无法度飞出去吼，啊无偌久就安那，就翘起啊吼。所以咱来知影伫即个生物生物学的顶面，即个用。内面的这个蝴蝶是安那，必须用伊家己的气力，一直弄，一直撞，一直强吼。对这个小坑底下挣扎着安那脱出来，只有经过这种艰难的过程，才会当伊身躯内面这个体液透到伊的膝盖的顶面互伊的身躯就安那变作轻伊的膝盖才会当伫遐来体规飞悬吼。所以伫边仔人只间会当静静伫遐看，为着伊来祈祷。咱这人的一生也毋是安尼生呢。上帝毋是静静，你是点点伫遐咧听候，因为咱需要家己学晓突破困难，咱才会当伫遐来成长，变得坚强。所以咱伫遮为着囡仔咧担心的父母，请毋通剪断你所听囡仔的什么习惯，害因变成做袂当飞的什么蝴蝶啊，网络有一段话，我讲这段话若真水用这个鸡卵啊你若对外面甲讲破，就会变做正面但伊若对内面突破，就是死命。咱人生也同款对外面拍破是压力，拍破是压力，对内面拍破咧，就是成长如果你若等来别人对外面拍破你，那你注定要成做别人的什么正面。所以如果你若会当互你家己对内拍破，那安尼呢，你就会发现你家己伫遐来成长。新的生命，新的气力，对你内面伫遐来顶头生，你突破，你就伫遐升级升级，变甲更较坚强，更较勇敢，要上帝名伫对敌的面前伫遐得到高举。亲爱兄弟姊妹，当咱面对生命的挑战，好像感受袂到上帝的同在，感觉上帝伫遐静静祈祷，
无受听谈的时阵，请你来回想过去，上帝怎样伫遐帮助你、帮助咱，算小上帝恩典。爱相信，咱的上帝毋是静静，你是伫遐点点听候，伊共款守护伫你的身躯边，你听，上帝心搁较疼，等于必须耐心听候，听候你内面产生即个新的气力、新的生命，安尼生，你就会当来突破你的困境。那像呐破茧而出的即只啥物蝴蝶共一样，你的飞远更加呐宽阔，更加美丽的人生。现在求上帝帮助咱老母的信心，帮助咱每一个人的信心。爱相信你的囡仔是具备有即个修复的啥物啊？修复的气力甲能力，会当啦自我突破即个困境。咱爱相信上帝，这是真正以后水个好的旨意。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所有老母，毋通用家己的情绪甲想法来整顿即个囡仔的实果，乃是爱用坚定的信心，也为着咱的囡仔伫安那来祈祷。那像咱今仔日妇女诗班因所吟的诗，即位老母的祈祷。讲求上帝帮助细囝，会当自我突破困境。相信上帝就是真正要水个好的旨意。求上帝帮助母亲，毋通用家己的情绪甲想法。所以这段即个老母的祈祷讲求上帝帮助细囝，无论境有好歹。拢着用心找求主上帝，老母的信心是儿女上水的祝福。面对艰难人生的种种苦境，只有对坚定信仰所产生的信心，才当陪伴咱行过关山峡谷，突破成长，看见老年甲密的丰盛。老母的心，上帝的心，愿上帝祝福。所以，老母的祈祷，上帝必定听。伊无搁再静静，伊必定要安那伸手帮助。愿上帝祝咱每一位，特别咱今日做母亲，来当伫母亲节欢喜快乐，并是上帝最大的祝福。咱三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我一摆对你的话伫遮松下心，对你的话，阮只透过你的话。互阮伫生命中更加来明白你、晓悟你。阮若坚心的明白你，无论阮拄着任何的困境、辛苦、艰难，拢会当因为你伫阮的身躯边，要得到帮助，甲得到拯救。主，阮的上帝讲，你一路带领阮，伫即条信仰的道路顶面，跟咱坚定持守帮助。阮内在来突破，来成长，阮的生命会当产生更加水、更加好的影响力，不但帮助阮家己，也帮助阮四周围更加多的人来明白你、归顺你。主，阮的上帝，阮搁来一摆将阮本身完全献上伫你的面前，和你带领引传，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